嘉义水上的旧资源回收场，因为无自来水，所以互伫遮做工课的人是真无方便。即马为着要来改善这个问题，乡公所是甲庄内爬远30栋的平安营改造是新的资源回收园区，佮邀请到社区甲学生做伙来装塔。社区的民众甲年龄不小的学生囡仔，做伙用创作的绘画作品装塔新启用的回收场。嘉义县水上乡公所申请补助，开3600万整理军方无咧使用的营区，重新启用改造资源回收场。这届第7届啊，遮就拢关起来啊。如果公所来个用这资源营区，延续更较好哦。算讲无爱这坑了，嘛毋是伊款。有建设当然就较进步啦。这个陶板墙的部分哦，大概做起来呢，都让我们在地的民众，包括我们清洁队队员都觉得说，这个制作场哦，环境非常清幽的一个所在，所以呢，也相对的也提升了我们就是清洁队队员的一个对环境的一个要求。水上乡区的资源回收场，环境垃圾落大雨的饮水，佮无自来水，伫遮工课的队员拢爱为外口底水来使用。乡公所甲废弃30栋的部队营区改建做新的回收场，提供清洁队更较友善的工作环境。空气不好以外，然后也没有自来水可以用，那所以都是又饮用地下水，那地下水又是蛮脏的，那所以我们都必须买桶装水。那第二个问题就是那里如果台风就会有淹水的问题。洗手拢过入迄落消防水。遮拢无水哦。无，遮拢无，干那地下水尔。乡公所表示，目前清洁队回收的收入一个月有10万左右。这个新的回收场有1500外平，搁较有空间做好分类甲回收的工课。环境措施也暗算会当提升效率。新的资源回收场准备伫旧年过年了后，为旧的所在搬线来遮。记者林伟霆，嘉义报道。